下印尼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一下上课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聽定有冇？第一個電費單，電費單，電費單。第二個過戶，購付，購付。第三個移動申請單，移動申請單，移動申請單。第四個下一期，下一期，下一期。第五個廁所，偏手，偏手。第六個性別友善，性別友善，性別友善。你好，我想要改電費單嘅名啊。你係申請購付正做得改，請問你有寫好兒童申請單了嗎？有身份證，然而電費單未強下半年。好，很好咧。下日起改電費單就係你改名啊。歹勢，做得老你食偏數麼？你什麼要改會定當叫麼？了退順行有性別友善偏數，誰來啊，什麼啊都做得用，係啲白某人就做得使用。什麼呢？安樣對誰來啊，什麼啊都當你偏。錯啊，性別尊重那係做到好，性別平等就看得到。